節啊！今年中秋節，老師同埋小朋友帶咗各式各樣嘅食物返嚟同大家分享。我帶咗紅豆月餅啊，你呢？我帶咗桂花月餅，我帶咗一個大碌柚，碌柚又大又圓，就好似大月亮咁。有啲小朋友仲帶咗羊肚添啊，就好似月亮間嚟嘅星星咁。你睇下啲小朋友食得幾滋味，食到好飽啊！最後，祝大家